刚刚接到 BNG 电话，我们通过前期接触，正式进入尽职调查阶段。太棒了，亲爱的，我就说你肯定没问题，你的能力我是绝对信任的。哎呀，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，庆功啊！我们一定要庆功。好了好了，那我先出去了啊。我马上跟总部汇报。嗯。谢谢。You deserve it. Great job. 艾总，我听到好消息了，恭喜你啊！总经理说要庆功呢。我帮你。谢谢艾总。You deserve it. 艾总，你要复印东西吗？我帮你啊。我先试看看。哇，这些都是你复印的？是啊。打印的真好，每一张都一样，一模一样。不然呢 ？Great job. 啊？叔叔阿姨，妈，你们这是？好像是叫丁什么阳，没听过，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。哦，那可能是我记差了，也有可能。我知道这个人。写日记？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事儿啊？这叫严重的早恋，你怎么早不跟我说呀？早说我就早应该跟女儿谈一谈，你说是不是？不是当时我觉得没影响曼曼的学习成绩，女孩子好面子，还有咱家曼曼自尊心那么强，我说不好再说坏了。你还偷看过曼曼的日记？你的意思是我们曼曼偷偷的暗恋别人，是吗？要不是今天陆飞他妈提起这个人，我都忘得一干二净了。这你说也怪了，这么多年了，这人又回到曼曼的生活里了，什么意思啊？不是我没太明白，咱们不都商量好的吗？是要撮合小曼跟这个谁小飞的事儿吗？什么时候说好的呀？是不是要反悔啊？没，不是，是买房子我这儿，但是他爸爸那还有钱呢呀。妈，您能听我说两句吗？陆飞啊，没事，你别激动啊，我根本不认识那什么姓丁的，我不认识。在我的心里啊，你是最好的，没有人能替代你啊，陆飞啊，是不是啊？陆飞，我想说的不是这个。陆飞，我也觉得你好，知冷知热，会疼人，我也支持你。妈，叔叔阿姨，您能不能听我说两句？千万不要拔苗助。陆飞妈妈，你放心，这件事出在我们家负这个责任。啊，我们绝对不会反悔的。是我信，我绝对信任你们啊。那咱们就还是继续咱们那原则，对，多和这俩孩子。对，没错，这孩子在一块多合适啊。说的就是啊，慢慢来，我告诉你啊。好想见他，哪怕就远远的看一眼也行。唉。我是疯了吗？不行，不能这样，跟个花痴似的。这是病，要克服。
你这女司机什么情况？右转让直行，会不会开车呀？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是我的责任，我现在就打电话报警。还报什么警啊？你全责，赶紧给保险公司打吧。好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那个，不好意思啊，我问一下，保险公司电话号码是多少？怎么打啊？这是你车吗？您别发火，我马上处理。保险公司电话就存在你手机通讯录里边，嘱咐你多少次？哎呀，行了，别磨叽了，我下次撞车就不会错了。你开车注意点，眼睛看前面，精神集中。这才几天，刮2回了。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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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别说我追尾的事儿啊。Hello， 怎么了？你们俩这个表情，出什么事儿了？说吧，你跟丁玉阳怎么回事？你们怎么知道的？告诉你啊，你和丁玉阳的事儿，我跟你爸反对。我说爸妈，现在的情况是您女儿追人家，我还没表白呢，人家也没有答应呢。你们俩投什么反对票？有什么权利啊？耗着了，咱们耗不起啊！您已经过了写日记、爱做梦的豆蔻年华了，你得实际一点。你等等，日记的事谁跟你说的？是路飞跟你们说的吧？啊，这个大嘴！别怪别人，在说你呢。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已经不是玩一玩的年纪了，知道吗？谁说我要随便玩玩了？我是认真的。妹妹，男女不一样，男孩要是条件好，可以随便挑。你是女孩，你就不能耗着了。咱们现在得奔着结婚去谈恋爱了。你们怎么知道丁宇阳不是好的结婚对象呢？你们都不了解他就妄下这样的结论，这样好吗？说来说去还是拿年龄说事儿，就这么不相信我吗？对，他很优秀，但是我也不差呀。你们能不能看看我的优点？女人就一定要被年龄死死的压败吗？就没有追求真爱的权利吗？我偏不信这个邪，我就是要追上丁宇阳，哪怕全世界都不看好我，我也偏要一试，我偏要拿下他这个人，争这口气给所有人看。咱先不说这事儿了，咱说点别的。你11回家来吗？不回。别生气先。我能不生气吗？本来就不顺，现在连自己的父母都不看好我，都泼我冷水。他们年纪大了，很多观点跟我们不一样，多沟通。你们是我最亲的人，连你们都不支持我，都不看好我。我一直在努力提升我自己，没有一刻怠慢，结果你们全都视而不见，那我的努力有什么意义啊？你们让我觉得我又可耻又可笑，简直就是我最爱的人伤害我最深。你很好，已经很优秀了，在我眼里，谁都配不上。包括丁宇阳，当然，也包括你。当然，我就知道，我就知道，这不是友情。是同情。我有什么资格同情你啊？
最初的一小口温柔，在胃里融化的无忧，一块块，一口口，一点点吃你很好，透。已经很优秀了。有没有什在我眼里，么能长谁都配久？不上。有没有什么能保留？无限期无理由，无条件拥有。也包括你。最后的一小杯红酒，那很久却开不了口，不舍得，不愿意，不想要放手。兔子不吃窝边草，总是会从最有点节操，发展到最后变成想都不要想。还有谁还记得还说过不丢？谁还不曾爱得像个小朋友？你跟若涵姐这种情况，迟早的，以为撒娇埋迟早会在一起，大招或者能得到迟早再联系。谁还不曾爱得像个小朋友？笨拙的不知道怎样才高，以为那嗨，最近怎么样？还好。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已经不是玩一玩的年纪了，知道吗？认真就更不行了。妹妹，男女不一样，男孩要是条件好，他可以随便挑。你是女孩，你就不能耗着了。咱们现在得奔着结婚去谈恋爱了。太晚了，一切都太晚了。我已经怀了你的孩子。不会吧？看，这是医院的检查报告，我还会骗你吗？受不准。我不看！你平时那么开放，现在确定的是我的孩子。你不要，居然说出这样的话，你真的是太没良心了。你要是敢甩了我，我就让你身败名裂。你让我身败名裂有什么好处？我们是不可能有结果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啊！他配不上，我也配不上，因为你艾若曼患者，你是 Rh 阴性血。你的鞋子做好了，什么时候给你送过去？我们今天晚上内部庆功，你也来吧，刚好把鞋子给我们带过来，买水请客。呀呀！唱的很不错啊。你才牛呢，那么难啃的 case 都被你拿下了，你简直是神一般的存在。我好崇拜你啊！你怎么能那么完美？哎呀，你的歌不也唱得很好吗？来吧，让我们祝古尼维尔生日快乐！一起来，一起来。Thank you, my dear。哎，下一首，下一首，男女对唱。哇！差不多。明年这个世界，约在这个地点。最近看这剧，我当然看了。
我觉得，你觉得吧？你觉得他们俩谁帅？这个帅，明明男孩比较帅，是不是？哪有？你这个有问题。可是我觉得他真的很帅。我都快到了，你玩我啊，大姐！你的男神掉漆了，他把庆功宴变成了古尼的生日会，怕你来了会吐血。这张漂亮，真的武当害死你，四当害死你！没有做戏，逢场作戏，都是逢场作戏假客气。今天心情这么好，你干嘛不唱歌呀？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心情好了？你唱你的歌。这么巧，你也在这儿？三弟也在，一起喝一个。不用了，谢谢啊。你先吧。喂，挺好的，不是心里一点都没有你。你爸妈还想跟我聊是吧？你赶紧去上班了，就这样吧，拜拜。哎，哥，你来了。那这不没喝多吗？马上。哎，小美，这帅哥是谁呀？还不介绍介绍？哦，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哥艾总的同学。哎，帅哥唱两句吧。对啊，唱两句吧。唱嘛。对呀，对呀。来，哥结婚了吗？没信你也撒劲了。喂，小梅，你唱吧，这歌我也不熟。我唱啊。我之前还自信满满，以为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，他至少打我的脸吗？你们男人为什么这么肤浅？20岁是你们永恒不变的刚性需求。你这怎么还上升到性别歧视了？是你们先歧视的。你们有罩杯歧视，骨盆歧视，腿长歧视，小眼睛，大鼻梁，大饼脸歧视，各种歧视。时候不早了，我老公来接我了，我们好好玩啊！来，小宝，我先走啊！你别说，我来好好玩啊！我们先走了，我先走了啊！哎呀，我这胳膊老腿的也熬不了夜，先给我拼车。走走走。哎，他俩就抛下大部队这么走了，相当的腻歪。要不这样，你要是想追，咱们现在就追下去，还来得及啊。需要打手吗？我拳头很硬的，砸他车也没问题。或者这样，你现在想骂什么？你想听我骂什么？我都能骂得出来。我这一晚上特别憋屈。啊，行不行？哎，你说你现在想听我骂什么？你倒是说句话呀！
你们还唱吗？不唱我先走了。这就走了？我们什么都没。哎，不是，马修的鞋呢？你带给他吧。我喝酒了。我送你。哎，小姐，咱们一起走，咱俩一起走。等我拿个包，这我还得送你啊！哎呀，行，那你拿着鞋子，拿着鞋子。好，你等等我啊！等我拿鞋子，等你。没有人可以负担你对另一半的完美想象，无论是偶像，还是暗恋对象。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？啊？事情。我真的没事儿。哎呀，算了，回家。你还在恨我？爸，我不怪你。18年，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，不知道他生活的怎么样。我才不会为了狗血剧哭。我透过各种关系，运用各种方式，找遍了全省每个角落，可是从来就没有一点他的消息。这18年，彷徨与不安中。你有病啊！带我来看这个。是我拆散了你的母子，是我。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。哎，你干什么？又要扔啊？还信得相信？你冷静点，我现在想过了，很有可能啊，就是我们误会了，他只是送同事回家，而且听我说，你想他不是那种饥不择食的人，对不对？男人也很怕麻烦的。我告诉你啊，年纪大了，想欺骗自己都非常困难。我想信啊，我真的想信，但是我做不到。可是你这满满的少女心，你就这么扔了，连看都不给他看一眼？我告诉你，哎，就你这窝窝囊囊的、不清不楚的样子，什么都搞不明白。走开！你到底干嘛来了你？你真的是不知道我有多羡慕你这个单身女性啊！自给自足，自由自在。有自己的空间，有自己的时间，想干什么干什么，多潇洒！我潇洒。昨天以前是暗恋，今天以后是单恋，现在放弃是苦恋，还不死心是虐恋。你再说一遍，我潇洒。哎，我现在才发现。你这人动起感情来真够黏糊的啊！哎，明明心里在乎的要死，表面呢却跟人家装淡定。朋友，你好像反了吧？现在的妖精们是明明心里一点都不在乎，嘴上却说着说我没你不行。哎，路飞不笑话我是榴莲吗？对啊，我就是熟透的榴莲，黏。朋友，你要接受这个现实。对于男人来说，特别是事业有成的男人，爱情在他的生命里排位是很低的。而且吧，这件事儿说到底是你的问题，是你自己没有把心态调整好。
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吗？这世界上没有男神的。这个男人从神坛上走下来，他就是个普通男人，很有可能连普通男人都不如。哎，就算他驾着什么七彩祥云飞到你面前，仔细一看，这云可能掉色。哎，行，我胡说八道行不行？你的男神不掉色、无残留、不伤手，用一次爱一辈子，行了吧？妈妈，别太在意他了。我觉得，为了一个人去折磨你自己，是最不值得的。哪怕你再喜欢一个人，这个人都没你来的重要。而且在你们俩的关系中间，你才应该是占那个主导地位的人。说的好听，你要是喜欢他，他是男神；你要是不喜欢他，他连个屁都不是。啊，行了，我知道了，喝到位了，又该喜欢我了。你的定制鞋做好了，进来吧。东西就放那儿吧。啊。无能症，想得明白，无力执行。爱让生气变得超级容易，比生气更容易的是原谅。你是不是生病了？你发烧了？你家里有药吗？你等一会儿啊。快量个体温吧。要不要喝点东西啊？我给你买了粥，还有面包。没什么胃口。好吧，明天我给你熬。我给你买了很多种药，有感冒药、退烧药，我还买了一些棉球和酒精，医生说可以物理退烧。我还给你买了止咳糖浆，还有一些含片。谢谢啊，你把药店都搬空了。我先看一下，38度7，你现在应该多喝一些热水。你家水在哪儿？等一下。喝点水。对不起啊。没事儿。发点情况。哎，这是我来，这来，好，来，乐乐，先尝试。谢谢啊。我真觉得你长期在。行。哎，我们这个工厂里面还有个大院，你们要选址，上我们去那选址啊。好嘞，放心，我出去一下。可以给你开个分店，没问题吧？人手够吧？真觉得。来，这在，他出去一下。你还在啊？
你一直守着我。对啊，谢谢你。有黄豆罐头，你要不要吃？你怎么知道我发烧的时候喜欢吃黄桃罐头？感冒发烧要早治疗，你看这都转成肺炎了，多严重啊！是老师，我以后会注意的。你爸妈呢？他们到晚上下班就过来。没事，你们早点回去吧。要多休息，多喝水。老师放心吧，这黄桃罐头还放冰箱里冰过。嗯。真好吃，真感谢你过来照顾我，尤其是黄桃罐头，特别贴心。你千万别这么客气，就是铁人在生病的时候都需要人照顾，你多吃点，希望你的病早点好。有你在我身边陪我，生病一点都不辛苦。Great job。你先说。你家在哪儿？我家住东边。你问过的，我也说过。你这人记性怎么时好时坏啊？东边还挺远的。不过我有车，而且我也不怕远。我是不是打扰你接电话了？没有，我是怕你回去太晚了。你电话也响了，是不是你父母催你回家了？那我就不打扰你了。哎，喂，我今晚就不过去了。哎，服务员，来给我们结账。哎，走了。哎呀，喂，哎，我不是鲁飞，我是他同事，他喝多了。啊，对，你过来一下。好，我把地址发给你。啊，这怎么喝这么多呀？他喝多了，醉在我们酒店了。快！谢谢啊！没事。我是不是太贱了？真的太贱了，鄙视我自己。人家打了我的左脸，我还把右脸伸过去，先敷个面膜，怕人家打起来不滑。对我无语了是吧？我都对我自己无语了。但是他家真的没有女人啊，甚至连第二个人生活过的痕迹都没有。一点都没有。当然，这也可能说明他身经百战，经验丰富，知道让女人把东西收拾干净了再离开。等一会儿你醒了，教我做一些简单的粥和炒青菜，明天我给他送过去。我知道我吃这一间，但是我控制不了我自己。
我就是做不到那种心里在乎、表面不在乎的那一套。我喜欢他我难受，不喜欢他我更难受。我是不是被下了降头啊？我没事吧？要不要我背你啊？别闹啊！别闹哎呦，你看你喝的。曼曼姐，你把车钥匙借我用用呗。啊，不是，你干什么呀？哦，我最近刚考完驾照，我想在楼下练练停车。去吧。你慢点开。我知道了。没事啦，不就是应酬吗？用不用这么诚实啊？哎，你家楼上还有菜吗？你饿了？不是，我想等你酒醒之后教我做饭。算了吧，你做菜没天分。不做简单的我还学不会吗？今天他生病，我去他家照顾他了。我好像又表现得太强势了，太严肃，而且又喜怒无常。你说我就不能讨喜一点吗？你说那些特别幸福的女人，是不是特别柔情似水？不像我，坚硬如钢。她们是不是特别听话呀？没有一点攻击性，看起来特别纯良、娇弱，要么不说话，要说话就特别中听。看来我应该转型了，要不尝试一下小女人模式？我要不要换一种模式，尝试一下小女人的模式？不用疑问句，不用否定句，不用祈使句，用一些修辞手法比较夸张的，用一些高级的描绘方式。就比如说，你看起来像个孩子。或者是你在我心中是最棒的。哎，你没有在听啊？我真的可以做到，我崇拜男人背后的女人。你那是贝贝家。嗯，走吧，做饭去。做饭？现在吗？哎，有肉了，热了。热了之后，先把蒜片放进去。哦。放多少？全部。没事儿，别怕。把锅炒香。把锅炒香？把蒜炒香吧？喝多了吧你？差不多了，可以放菜了。别用手。算了，我来吧，我来吧。那个，你不能放辣椒啊！他生病了，不能吃辣的。忍着点啊！哎，别乱动，别乱动，喷衣服上了。不管是网球还是做饭，我都一定会学好的。不管有多难，我都不能无功而返。这一次，我还要计较我的付出成本。你都没确定是不是对的人，你就这么付出了？你就不怕选错了对象，在一条错误的路上狂奔？路确实是错了，但是对象没选错。我以前付出没有回报，变成了沉没成本，是因为我一直都在感动我自己啊。他没有上帝的视角，我不管做了什么，他只要没有感觉到，就跟我没有做是一样的。
在感情的世界里，不真诚是危险的，太真诚是致命的。这话跟话都挨着嘛。你理解不了就对了。少女的恋爱是诗歌，妇女的恋爱是哲学。你们男人从年轻到老的时候就没有真正理解过的时候。哎，这不是我说的，这是王尔德说的。我为什么知道这么多呀？因为我把别人谈恋爱的时间都用来充实自己身上了。时候真不早了，我得早点休息了。哎，你回来！哎，你回来！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！你有没有想着呀？我也控制不了，我在心底否定了他1000回，紧接着我就原谅他1001回。你没有过这样的经历，你体会不了，你不懂，你就不要随便瞎评判。我不懂，你不懂，爱情本来就是不公平的。你对静静公平吗？爱情就是不讲理，没有先来后到，没有付出就有收获，很多时候靠的就是运气。你要是就想这么逻辑不通、强词夺理的话，你去找撒尼聊，你去找小美聊，你别找我。谁强词夺理了？我一向以理服人，我这是在跟你讲道理。不需要讲道理。你说谁不讲理？哦，丁宇阳不讲理，但我就是喜欢他，我就是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，不去想他，不去关心他，不去照顾他。怎么了？这就是一条食物链。我现在很不幸，处在最底端，但这不是永远，我会逆袭的。你是不是非要狠狠受一回伤，就像6年前那样，你才能满意啊？你少拿6年前吓唬我！6年前怎么了？我不是照样走出来了吗？大不了你再把我拉出来一次。在里边陷得开心着呢。我这次真拉不出来，我便秘了。蟹炒年糕，凉拌海藻，花蛤蒸蛋。我求你了，你就帮我这一次吧，你就当这是我的药。你不能让我不见他，不能让我不接触他。采用这种隔离的疗法，我又不是神经病。啊，陆医生，你不让我接触他，我真的不死心，我说服不了我自己。我心中还有希望的小火苗，扑哧扑哧的，我想再给他一次机会。你那小火苗爱扑哧就扑哧，你能不能别告诉我？我只有一个要求，我不想参与，行吗？就算他是个烂人，我也得深入了解之后才发现他烂得一无是处啊！他在我心中的美好幻想才能完全破灭呀，那样我就可以不喜欢他了，我就可以死心了呀，然后我就可以讨厌他，我就可以无视他，然后我的病不就好了吗？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，陆医生？那你能不能先讨厌我，无视我呀？你死了这条心吧！就算你烂成过街老鼠，我也永远都是你的 Little Tom and Jerry。三明治，走。就这一次。这是今天晚上的菜单。先让患者漱一下口，好，然后帮我准备好东西。先让你起来漱下口，或者洗完脸就可以了。这是今天晚上的菜单，海鲜家常菜你比我懂得多，具体的你来安排。最后一次，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啊！趁热打铁，治病救人。哎，千万别忘，把每一道菜的做法全部发到我的手机上，听到没有？我哥又不是你的厨子。我知道了，最后一次，我发誓下不为例，
一定好好报答你们，请吃大餐。什么嘛，能比我上去哪儿还虐吗？哎，走了，助攻也不带这么助的吧？你这个疯女人，我跟你说，你这辈子再也遇不到比我哥更爱你的人了。大闸蟹去壳，洗净，哎呀，大闸蟹洗净，去掉大壳，香芹米鱼羹，香芹米鱼羹，哎呀，干嘛要做这么难的呀？我背都背不下来，羹的我更年期都快到了。最后一个菜，这些都是你做的？你难道怀疑这是我去店里打包的吗？不是，我是说这些都是我的家乡菜啊。辣炒年糕，风干鳗鱼，海杂粉丝，花蛤蒸蛋，这是鱼羹吗？香芹米鱼羹。我最喜欢吃花蛤蒸蛋和鱼羹了。你喜欢吃就好。真是太让我惊喜了。开始吧。吃吧。忙活了好几个小时，给别人准备爱心大餐，你自己就吃这个，想什么呢？脑补人家的那个烛光晚餐，你也去呗，哥，反正你人那么好，你就站在人家桌旁边啊，给人家拉个小提琴，伴个奏，漂亮，那画面太美。我那天在 KTV 看见丁宇了，他在给别人打电话。给谁？不知道，但是我觉得话里有话。这么重要的信息你怎么不早说呀？那天那个网红脸就在房间里面，说明心机男神打的肯定不是他，也就是说还有人，不止一个。我的天呐，他这个人啊，人设真的是碎成渣了，他简直就是个人渣。我早就说了嘛，你说说啊，他那么好的条件，怎么可能单着呢？他怎么可能吃素？他其实就是个年轻版的你的爸，你知道吗？喂，爸。你给我说的那个人呐，我托朋友查了，2006年他就把户口迁出去了，迁到了北京。挺好吃的，家乡的味道，仿佛回到了童年的时候。你应该很久都没有回去过了吧？大学毕业以后，我就没回去过了。我爸妈退休以后啊，他们就定居在昆明了。这个鱼羹就跟我记忆里小时候我妈做的味道一模一样。小时候我家不太做饭，基本上都是在食堂里吃。我们家3个人啊，都是在我过生的时候，我爸妈才到一手。家常菜对我们家来说真的是很难得。以前我们在奶奶家吃年夜饭，后来就都在餐厅里订了。我这出国这几年啊，我爸妈就在全世界旅游，然后过年的时候也不一定能碰到。你怎么说话？啊？小时候我记得离过年还有10几天的时候，我爸就开始到处去准备好吃的。他去买熏鱼，对，还有肉冻、呛蟹、醉虾。对，
我小时候最喜欢我奶奶做那个炸鱼炸肉的时候偷吃一块，我也是，我也是。连敬祖先的点心我也偷吃过。后来我爸妈发现，差点打我。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最怕的就是过年了，因为过年的时候就有漂亮衣服穿，还有很多很多好吃的，还有压岁钱。不过每年我的压岁钱啊都被我妈收走了，说帮我存着。那我可比你好，我的压岁钱啊我都能自己支配。对了，我还买过一个随身听。随身听是什么呀？我们小时候听的都是 MP3。少来啊！我刚才说随身听的时候，你眼睛都亮了。没有啊。我平时不太回忆过去的事情，因为我不是个恋旧的人。今天一吃家乡菜，家乡童年所有的记忆又都浮现在眼前了。我记得之前也有过一次，是过什么节？端午节。我在公司里有一个同事，他带了一个五彩绳，那天也跟今天一样，想起了很多以前的事情。因为我奶奶有个习惯，就是在端午节的时候给小孩带一个五彩绳。于是我就问那个同事，问他能不能给我一个五彩绳。你还记得这件事情？我还记得这件事，但是具体什么人我不记得了。是你啊！对不起，别慌。当那份期待终于被满足，那份委屈终于被察觉，那份感情终于被回应时，眼泪既是对过去的慰藉，更是对现在的勉励。停电了，我去看一下。要不要我帮你啊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家停电了。没关系。小爱，你会买电吗？买电？啊？我可以试试。我知道买电要用电卡的，你知道你家电卡号码吗？还有电卡？看来我们俩一样，我也经常把电卡弄丢。但是没有电卡，买不了电的。那算了，等明天我得上班再说。真的好多年没遇到过停电了，偶尔停一下，还挺有气氛的。我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家里好像经常停电，那个时候我家就会买好多蜡烛。我那个时候最喜欢用蜡烛滴在桌上，然后摆成各种形状。我也是，我还把蜡烛滴在身上过呢，而且一点都不烫。我把它摁成我想要的形状，然后一口气把它撕下来，可爽了。哎，若曼，你是疯了吗？
好好的聊什么滴蜡？好像挺晚了，那我先走了。啊，没事吧？啊，我看看。啊，是这儿疼吗？好了。我记得以前高3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学校大规模停电，高3嘛，大家都过得挺苦的。品牌无故不用上一个晚自习，那时候都高兴疯了。还怕停电啊？我，疯了！路飞，对啊，我也记得那天晚上。你也记得？嗯，你不是2中的吗？你怎么记得？可能是教育系统大规模停电吧。整个城市都停电了，所有学校同学都笑疯了。你那腿还好吧？没事。没事啊？牵手了。我错过了什么？刚刚我在他家吃饭，停电了，他老摔倒。你为什么会在他家吃饭？这个先放一放。都什么年代了，谁家还停电？老实交代，是不是你把电切断了？菜吃的挺好啊，真是。谢了哈，路飞。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小时候的事儿，停电了以后还聊了几句滴蜡。Excuse me， 这尺度不是你想的那种滴蜡。前脚给别的女人过生日，后脚就牵你的手，花花公子套路溜得飞起。知道为什么嫁不出去吗？看谁都是渣，就自己是朵花。小美，你太年轻，看得太浅。怎么不说你年纪大了，底线低，脚踩2只船还不渣，弄不好是艘航空母舰。好了。我是不是打扰到你接电话了？没有，我是怕你回去太晚了。他就算是个太空站，那也是人家的权利呀。你以为钻石王老五是白叫的？哪个女人不喜欢钻石啊？什么霸道总裁只爱傻白甜，长腿男生专配小矮子，图什么？图爱情。霸道总裁和长腿男神专一，他们相信爱情，因为爱情有奇迹。奇迹是偶像剧用来骗你们这些没有谈过恋爱的纯情少女的，现实是 Matthew 的条件在这里，喜欢他的人太多了，他接触的人有多优秀，不是你能想象的。要求他专一，就跟要求太阳围着地球转一样，下辈子也不可能。他愿意给曼曼回馈，就已经是满满的成功。
他是太阳啊，才回国几天啊，就找了这么多个地球，真够不要脸的！怎么不浪死他？没有道德！哼，你还别道德绑架啊，都是你情我愿，双向选择，他又不是劈腿出轨。哼，这年头越是卖好男人人设的越劈腿出轨。你们敢确定他没有结婚，没有女朋友？不是你跟我说的吗？你找到丁宇阳的表弟，表弟说他没结婚啊。那可能是因为远房表弟的信息没及时更新。就算他没结婚，谁知道他是不是同时在跟12星座勾搭？就算他跟12生肖勾搭，只要他单身，这都是他的权利。反正啊，我是宁愿跟别人分享美食，也不愿意一个人吃垃圾。成熟点行吗？真是毁的一手好三观呀！这也能分享，不嫌恶心吗？爱情就应该是唯一的，纯情点吧。好了，你们别吵了，他有玩的权利，我也有不玩的权利，我自己决定的。不就是牵手吗？谁没有啊？嗯。